面迄粒用手甲拔掉的，啊无惊伊落落啊。你有看到迄粒？上大粒安尼。系哦，来，你爱徛这边，徛这边你有看到迄粒？你看啊。眼前这棵2层楼高的榴莲树，是外号归人释迦西施施美朵的父亲将吃完的榴莲种子种入土中28年的成果。但毕竟不是台湾原生种，这棵榴莲树虽然外表又高又壮，但多年来还是无法顺利结果。3代务农的施家，经过不断研究，同时也去请教专家学者，终于在8年前成功结出甜美果实。当然也是要学习啊，也是去跟学者啦，或者人家有经验的，去学技术方面，我们在自己力的钻研。它的苗，我们也是要4方面你都要帮它围住管子。那像小婴儿一样照顾。对，要照顾它。对啊，等它像你们男人那么高了就全部可以拆除了。家里成功种出榴莲后，归人释迦西施也多出了个外号，叫做归人榴莲西施。施美朵说，台湾南部的气候适合榴莲生长，加上台湾的农业技术优良，只要有越来越多人种榴莲，相信未来想吃到这个水果之王，不用再依靠进口，台湾国产榴莲就能自给自足。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。